呢個係我以前朝九晚六銀行打工仔嘅24個鐘，我先扣咗瞓覺嗰8個鐘，然後再扣返工9個鐘，朝早9點到6點，跟住我來回搭車咧成個鐘㗎，再加上朝早起身第1個鐘，其實你都係趕住出門口，成個人好焦慮啦，冇咗。返到屋企攰到咩都唔想做，食飯啊、玩手機啊，跟住之後又再冇咗2個鐘。咁即係話其實我哋一日真正屬於自己嘅時間係唔多過2個鐘。呢一個唔係人生應該有嘅樣嚟㗎，因為當你每一日淨係得返2個鐘俾自己，你係冇可能活成一個閃閃發光嘅女人。4年前我29歲，我冇任何專業技能啦，冇副幹，我一個人加埋部手機開始發展一人事業。唔使3年月入6位數，我唔係晒命，係想俾你睇，其實人生除咗做一個朝9晚6晚7嘅打工仔，賺錢係有好多可能性，而且係可以越做越輕鬆，因為一人事業係一個資產可以累積，每做一樣嘢係疊加上去嘅，唔係手停口停。自從我開始發展一人事業，我嘅時間返嚟，我有自由，有拒絕嗰啲爛人爛事嘅底氣，我有返能量，我覺得我而家係真係活着啊，唔係喺度生存緊。如果你睇到呢一度都冇飛走嘅，呢一個係你改變嘅訊號。留言天賦幫你揾到屬於你嘅一人事業方向。